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万达又迎来了麻烦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近日大连万达集团、万达地产等公司新增一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17亿余元，执行法院为甘肃矿区人民法院。屋漏偏逢连夜雨叫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不仅王健林他名下的大连万达集团被执行17亿，万达商管4亿美元债也爆雷了。这一回没钱给了，跟万科一样，寻求美元债展期2年。根据这个财联社12月8号报道说记者了解到，大连万达商管集团就一笔美元债提出特别议案，该方案寻求持有人批准对其2026年2月13日到期的美元债券进行修订和豁免。该债券共计4亿美元，票面利率11%，发行人为万达地产环球有限公司。万达商管寻求将债券到期日延期至2028年2月13日，就是再延2年并增设强制部分赎回条款，赋予发行人在任何时间全额或部分按面值赎回债券的权利，并计划2026年1月5日举行债券持有人会议。万达商管方面表示，资产处置所得款、业务运营产生的经营现金流、来自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息或其他分配，将是延长期内偿还债券的主要资金来源。也就是你要告诉债券持有人，延期2年，你拿什么还？就是还款来源。你看这还款来源来自于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息，就是分红这不是扯吗？哪个公司经营现在还有利息，还有这个分红呢？业务运营产生的经营现金流，这也是扯，对吧？万达广场一个一个的，现在的店面都租不出去也没人逛。业务运营那产生恐怕都是现金流都是负的，还往里垫钱。资产处置所得款，这个是唯一的就是卖资产，但是现在资产也卖不掉所以说这个就是延缓展期2年也是一样还不了，爆雷。这个万达的王老板左冲右突，对吧？断臂求生，名下资产已经处置的差不多了，还剩下几百个万达广场卖不掉，好的都已经卖掉了剩下的恐怕都是人看不上，终于还是爆雷烧香也没用，拜佛也没用。4亿美元债爆雷，它后面所有的债都会展期。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中国恒大集团、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0.5亿元，执行法院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是许老板老家的法院风险信息显示，中国恒大集团现存1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146亿。这个很多案子都已经超过6个月进入中本案件，因为强制执行6个月拿不到钱，法院就终止执行。最遗憾的还是万达王老板左冲右突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能躲过安全度过2025年，对吧？就在最后1个月爆了。无论是万达还是万科他们在年底爆雷都是当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缩影，也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的调整进入了深水区，后面恐怕会更惨烈不光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现在连房产中介日子也不好过了。前不久传出这个贝壳裁员30%，这个事情余温尚存，余波未平，现在又传出链家关门裁员。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北京链家5家分公司集中注销。最近跟链家经纪人打过几次交道，聊天中了解到他们有的经纪人已在北京买了几套房。链家经纪人收入情况可以在网上查一下，2024年平均年收入17.4万，含五险一金，新人底薪3000到6000元。经纪人成交一套500万的房可获1万左右，头部 A10 级经纪人或豪宅单一单能赚3万以上能在北京买房的属于年入100万的顶尖经纪人。这类人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辛苦赚提成，而链家也在为庞大的服务体系和人工成本买单。链家利润承压，2025年 Q3 净利润同比下滑36%，经营利润
仅2.6%。11万经纪人薪酬成本是主要支出，再叠加研发、门店运营等费用，公司层面那肯定是利润非常微薄啊。这次北京链家近期集中注销丰台、顺义5家分公司，背后是行业转型逻辑，存量房市场竞争加剧。链家通过收缩低效网点，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北京区域累计已注销300余家分支机构，这标志着房产中介行业告别跑马圈地，转向精耕细作，从拼门店数量转向拼服务精准度与交易效率。AI 赋能、专业化分工等创新将构成核心竞争力。总之啊，这个最大的这个房产中介，一个链家，一个是贝壳，都在裁员。这个冬天对房地产行业的人呢，确实啊过于寒冷了。但是这一天实际上迟早都要来的，很多人啊应该是有所准备啊。这个是房产中介，那房产上下游呢？你比如说啊，这个设计院，我记得网上不有人说吗？3、4年前是吧？这个名师张雪峰建议很多学子啊报考这个土木工程，这下好了，不要说很多学校土木工程这个专业都变了啊，名字反正给改了，你不改也招不到人了。很多已经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现在惨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网上一篇文章说的是河南省属大设计院崩了，每月发工资600块，活不成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人势必要为自己曾经的选择买单，选对了一路高升，皆大欢喜；选错了就自己兜着，别怨天尤人。河南省院，河南省的设计院啊，断崖式降薪，活不起了。别的地方设计院再降薪，最起码还有个2、3千块，但河南某院工资降着降着就只剩几百块了。从去年开始，该院工资只剩下1800元一个月，社保公积金1000多，今年工资只剩下600元，社保公积金也对半砍，员工直呼活不起。说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有一个同学现在贴钱在设计院上班，从今年6月开始，他们设计院就发不出工资了，员工出差打图的钱都是自己垫的，别人上班赚钱，他上班亏钱。这2年类似的设计院还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都是这个样子。说目前过得最惨的人也属哪些人呢？说毫无疑问是建筑行业的人，尤其是设计师。别人寒窗苦读多少年，就算不能改变阶层，最起码可以一世安稳，有一份工作，一个伴侣，1、2个孩子。反观当下学了土建的年轻人，10个有9个都是大龄失业单身，剩下的1个也因为学土建的老公降薪而被裁员而离了婚。几年前，我和身边那些学土木建筑的人毕业后普遍的进了设计院或施工单位，无他就是想多赚点钱。那个时候进体制内还没那么卷，尤其是研究生，很多地方人才引进都有免笔试，只有面试。偶尔1、2个同学进了体制内，毕业后再聚，他们说工资低，只有5、6千，羡慕我们设计院的。现在反过来了，如今体制内的工资是设计院的好几倍，而且在体制内工作不存在降薪的情况，工资只会越来越多，虽然涨得比较慢。这个是网上一个自媒体报道说，这个河南省属一个大的设计院发不出工资啊，一个人1个月600。实际上就像这个文章说的一样，学土木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惨。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学土木的他高考不知道考哪儿去了，好像考到东北一个什么学校，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他学的是土木。然后他呢正好赶上这个房地产这个大基建呢红火的时候，他毕业他居然分到一个什么央企什么，就是总之分到了北京，而且他马上就有北京户口。你想在那个时候再往前推2年，这个北漂在北京还动不动把你整到昌平去卖晒沙子，你还办暂住证对吧？有暂住证也不能保证你不晒沙子。他居然分到了北京，还有北京户口，他就是学的土建。就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土建很火到处都要人各个单位缺人，这些设计院，这些中铁几局是吧？中建几局都是缺人，只不过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估计现在差不多也失业了你不管你在哪个施工单位，在哪个设计院，实际上都日子都很难过，没活关于这个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对吧？这目前咱们经济遇到的困境，跟楼市有密切关系。这个孟小苏说振兴楼市就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大家看视频
有一个专家就讲房地产反人类，你知道叫卢奇源那个人，房地产反人类，他真的奇怪的很。你如果说是原子弹反人类还可以说哈，你都是人类居住的基本需求，连周口店人都挖个洞穴。如果没有地产的发展，怎么会有中国的制造业？中国这些制造业，他们是什么？是钢铁，是煤炭，是水泥，是各种建筑材料，是家居家电，还有重型机械装备。他们是靠什么产业拉动的啊？一个就是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再一个呢就是靠居民的住房迅速发展，这样中国才能够从原来房改之前的在全世界 GDP 总量占第7位，12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第2啊！这就是住房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内需，就由此成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多少人想否定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啊？说世界工厂算什么？你看人家是科技兴国，现在特朗普告诉美国人民，他想活成中国这样，他想让制造业回归。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前一段时间又被一些人的舆论引偏了路。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思路不断的被别人引偏，老觉得别人那边好。一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下跌，美国整个陷入萧条，叫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这时候还看不懂啊，美国房地产的低迷造成美国的经济低迷。那时候美国的高科技并没有出事啊，而房地产在美国占居民家庭财产的只是36%，而在中国占了60%以上。你看，它只占36%，它一旦防灾来了，还能拉低它整个美国的经济。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占了60%到70%，就这么轻易的把它打破了。现在大部分居民他连首付都跌光了，这些人就变成了负资产家庭啊。但是现在继续再去打压房价，那就会让这种家庭越来越多，是我们千方百计想阻拦不住啊，是一个整个社会汹涌的力量，是整个社会污名化的力量啊，是各种力量的叠加，要求降房价。早就提醒过，商品房价格降下来不会对低收入群体有什么好处，反而还会伤害了那些已经有房的中等或者是高收入家庭。再三提醒不听啊，而且是骂呀啊！当时谁讲房价不能降的话，就出来骂。我就为这事挨了好多年骂呀啊！直到现在，人们才真的发现这句话是经验之谈，真的什么价格都能跌，房价是跌不起。房价是老百姓的本钱，房价又涉及到的资金量太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办法维护股市，我们股市最高的市值算起来，中国的股市是多大的量？100万亿，但是房子是多少？450万亿。房子一旦下跌个30%，就跌掉了130万亿，就比整个股市全丢光了还多。你一个股市，你从3000点到4000点，你不过就是你要涨它20万亿呗啊！你为了股市涨20万亿，你下了多大的力量啊？但是没想到那边房子给你缩水，缩掉了130万亿，老百姓辛辛苦苦到银行存钱，这一年存了多少？存了90万亿。你存了90万亿，但那边你房产价值丢了130万亿，就造成所有的有房家庭都受了损失。我们现在还没有统计多少家庭是负资产，所以这就是房价下跌的危害。原来那些以为低收入群体就都买得起房的人，现在也看明白了吧？在这个时候，低收入群体不仅买不起房，他很多还工作都没了，而收入还降低了。所有在全世界在楼灾之中受害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些话都是多年讲的，都不听。真是事情一定要经历一轮才能够痛彻心脾的认识到，这就是命运，没办法。我再三提醒，我又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叫横眉冷对千夫指。什么叫千夫？我真的见过这个千夫，那就是一批网络上的这些黑客在骂你。但是还有下面这句话叫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么多年，我为居民的住房，包括商品房和保障房而奋斗。在我的生命周期里已经能看到了中国老百姓不缺房，这么多老百姓居住有其屋，这么多老百姓家庭财富是原来从0变成了几百万上千万，就是在我们这些人的推动之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原来的居于后位变为居于前列。如果我们的中国的制造业再能进一步发展的话，我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是要靠中国的巨大的传统产业。振兴楼市你从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你看房价上去了，地价上去了，对吧？各个施工队、各个建筑公司有活干了，造冰箱、造空调的、造电视机的，能卖出去了，搞装修的也有活干了。但是为这个买单的，对吧？是年轻人用自己的30年做牛做马，把自己押给银行了，用自己30年去还这个按揭贷款。关键是他不一定还得了。第二个，对吧？这人口在急剧下降未来房子过剩，对吧？现在
即便啊这房价现在不跌还可以涨，那这一代年轻人扛住了，谁替他们扛？下一代年轻人更少，总会断的，就这意思啊。你不可能对吧？现在一年这个新生儿才800万，未来是多少？未来300万都有可能啊。那你说怎么弄？所以说还指望着房地产来振兴经济啊，这个显然这个路啊走不通了，因为需求就那么多了。把房地产行业啊，它本身没什么好坏，对吧？我以前就说啊，它就你把它当做一个分配工具，财富的分配工具嘛。但是以前是叫什么代际分配，是吧？下一代人为上一代人买单，那个房价在涨嘛，那你先出生的人你买的就是便宜，后面出生人买的就是贵，但是他的工资也没涨，这不就脱钩了吗？就会爆雷，他总会买不起啊。如果他工资也在同步涨，房价也涨，那没毛病，他买得起，对吧？所以那工资为什么不涨？那房价在涨，地价在涨，说来说去就是这个钱去哪儿了，对吧？你通过房地产发展把这钱刮走了，年轻人贷款背上了，但是年轻人工资他没涨，理论上对吧？这个钱你刮走了之后，你让年轻人的工资能涨起来，哎，那这个又平衡了，对吧？这故事也可以讲下去，结果钱不知道去哪儿了，浪费了，对吧？变成大桥，变成婆罗门的口袋里面，对吧？美金划了走了。所以这个孟小苏，对吧？你就是道理讲的再透没用，你想走老路那是不行的。你不能否认，对吧？你的房子1万块钱1平米，有7000是进了政府的口袋，那你说这7000干啥去了？它跟那个日益没落的这个美的还不一样，对吧？美的那个房子，它那个地是个人的，你这1万1平米的房子，7000是地价，那7000到了个人口袋，他又去消费去了，对吧？没毛病吧？人家又去拉动经济去了，你这个7000大头拿走了，不知道干啥去了，浪费掉了。所以说不要看北京、上海房价跟纽约，对吧？跟这个新德里、孟买、跟胡志明，还跟哪个地方价格？东京，对吧？你看这好像价格都是贵，都是高，但是那个价格构成不一样，那个资金财富的流向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是流到大头那去了，人家那个是流到私人口袋，私人口袋又用来投资，用来自己，对吧？自己负责，赔了他也肉疼啊，他也不想赔啊，所以他投什么，他自己会去精密计算，要么消费。你这个流到大头的钱，反正是无主的，全民所有，就是谁权力大谁所有，摊掉了，浪费掉了。所以这个，对吧？现在核心问题在哪儿？已经不是房地产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孟小苏说啊，振兴楼市就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这显然都已经错了，是要解决分配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最近啊，这个凤凰网它报道了一个啊，说这个第一个房价回升的城市来了，业内称要连涨6年，涨幅85%。说的就是香港啊，说香港楼价要连涨6年，涨幅85%。有香港楼市教父之称的中原集团创始人施永青11月给出最新香港楼市分析，引起热议。施永青说啊，他说香港楼价将在3年内突破2021年的高点，相比今年3月的低位，涨幅将达到42%。这轮上涨行情能持续6年，从2025年一直涨到2031年，累计涨幅可能达到85%。上涨85%这个数字还需要等待验证。不过今年9月以来啊，香港房价确实开始涨了。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啊，这个反正香港的房价人家说涨了，连涨几个月了。但是这个中原地产的这个施永青说啊，香港的房价还要创新高，哎，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涨85%。这个香港的房价会不会涨，咱也不知道，毕竟去的少啊，去也挺麻烦的，还办签证是吧？但是有人就说啊，那个香港房价涨，所以咱们这房价也得涨啊。你看香港涨85%，创新高，那未来北京、上海、深圳啊这些地方房价也要创新高，这个和孟小苏啊得的都是同一个病呢。创新高谁去接呢？现在是供大于求啊。在国内啊，确实有一批炒房客啊，现在咬牙切齿在顶着，四处凑钱，对吧？各种手段去撸贷款。他们认为啊，熬过2026年，那就是迎来解放，迎来黎明。他们赌2026年房价能绝地反弹，让他们从深套的泥潭中啊解脱。因为很多这个国外机构，对吧？还有国内的机构，最悲观的是说2027年见底，稍微乐观一点的是2026年见底。一线城市嘛，2026年见底。所以这些
炒房客啊，他们就相信了，他们要坚持了2026年，等着这个起死回生。实际上啊，一定会失望。现在迎来的是加速崩盘，他们寄希望于国家出大招救楼市，但是他们已经忘了不论什么大招，只能是管一时，对吧？管个3个月、4个月，改变不了趋势他们还在迷恋炒房子来致富，还想重续过去那10几年的那个辉煌，这就是路径依赖实际上我认为2026年恰恰是这些炒房客真正的叫跳楼之年。这些炒房的他是扛不下去的，真正的刚需房的，只要他不失业，他都会不存在暴雷，对吧？他还是在还贷款呢。虽然他那个房子的残值已经比不上他贷款余额了，但是只要他不失业，他一般都会继续闷头还贷款。但是那个炒房客那他是扛不住的，随着房价下行，对吧？他们能融到的资金越来越少，随着经济形势不好，他们对吧？这个房子也租不出去，即便能租出去，租金也在下行。也就是说他们会遭受多重打击南都湾财社今天有一篇报道说产业园租金创3年新低，较3年前降24%，入住率跌破70%。你看这些数字都预示着经济进入寒冬这些产业园、写字楼，对吧？它的空置率、它的租金，实际上就反映了就业的一个现状，也反映了经济现状，对吧？写字楼空置率北上广深都在创新高，是吧？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那今天这个南都湾财社介绍的是产业园租金创3年新低，比3年前相比已经跌了1/4了。租金入住率只有70%不到，也就是空置率30%几。房地产市场整体回调，同为行业链条上的传统产业园区也面临租金与入住率双重调整的压力。根据观点指数研究院上周发布的卓越指数2025产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报告，2022年1季度产业园平均租金138元每平米每月，此后该指标进入持续下行通道。截至2025年3月3季度，这一数值已降至105元每平米每月，创下3年半以来的新低，累计降幅达24%。入住率方面，产业园区招商难持续加大，园区采取的以价换量策略效果逐步减弱。2022年1季度，产业园区整体入住率上保持在90%以上，此后逐年下滑。2025年第3季度，这一指标已低至70%，首次跌破70的关口。观点指数指出目前全国超18亿平方米园区面积处于空置状态，企业扩张意愿不足，园区产业定位模糊，同质化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导致传统产业园区招商进入阶段性调整。报告指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大重点一线城市产业园区市场呈现供求失衡加剧、整体调整的特征，各城市依托自身产业基因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供求比分别达到 1.88、2.63、1.45、1.77，供需错配问题持续凸显，租金下行趋势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有效逆转。平均租金表现方面，4成园区平均租金均出现同比下滑，其中北京138.5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降 3.7%； 上海是133.8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降 2.2%； 深圳是84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降 4%； 广州68元每平米每月，同比下降 1.4%。 空置率同步上升，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分别同比上升 1.2%、0.9%、0.5%、0.3%，市场去化压力持续加大。你看，这是南都湾财社报道的产业园区无论是租金还是这空置率都是令人堪忧，是吧？租金下滑，空置率还上升，就说明提供的就业岗位少说明经济是不是越来越低迷？然后就这样，那些炒房客还以为房价还要涨谁来接还有人做梦居然说马上房价还创新高。现在在寻底的过程中，他说要创新高，那你说未来100年创新高，这有可能这些炒房客能不能坚持到这个楼市见底都是个问题。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